爱深深藏在传说中，那是君王为他而弹奏，但你从不曾在意经过是否。他是这样走，有笑有泪，有刚强也有软弱，千百年唱着困惑，哈利路亚。你和他之间若即若离，你孤独走在旷野里，月光美丽无法抵抗，是否爱的试探有苦有痛有毁灭更有背叛，这是冰冷破碎旋律，哈利路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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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经过的所有失落，我也曾经一样走过，但你不知能向谁诉说，是否灵魂深处微笑声音有回答更有呼唤，你活着的每一口呼吸，哈利路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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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，今天我们要来一同共读诗篇146篇的经文。开始前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阿爸父神，谢谢你早晨让我们聚集在一起读你的话语，求你赐智慧的灵开启我们的心窍。你说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是的，主，我们都是有福的，愿你保守我们读经的时间，我们这样子仰望交托，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，阿们。在犹太传统中，146篇到150篇被称为哈利路亚诗，因为在希伯来文中，这5首诗篇都是以哈利路亚作为开始与结束，而哈利路亚就是赞美耶和华的意思。这几首诗通常是在晨祷时吟唱。今天让我们一同用赞美来开启充满盼望的一天吧。诗篇146篇第1节，要赞美上主，我的灵啊，你要颂赞上主。我有生之日要赞美他，我要一生一世歌颂我的上帝。第3节，不要倚靠世上的首领，不要信赖必朽的人，他救不了你们，他们一死便归为尘土，他们的策划当天变成泡影。那得雅各的上帝帮助的多么有福啊！那投靠上主他的上帝的人多么有福啊！上帝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，他始终持守他的诺言。他为被欺压的人伸张正义，他赐食物给饥饿的人。上主使被囚的人得自由，使盲人能看见。他扶起被欺压的人，
他爱惜正直的人，他保护寄居的外人，他扶持孤儿寡妇，但要挫败邪恶人的诡计。第10节，上主要永远作王，锡安哪，你的上帝要永远掌权，要赞美上主。诗篇146篇的背景是以色列人被掳多年之后要从巴比伦回归时所写的诗，大约在公元前536到520年间，先知哈该和撒迦利亚的年代。昔日因以色列人的心转向倚靠世俗的君王，不再倚靠上帝，经历了被掳到异乡的辛酸。然而上主让以色列人回到故乡之后，他们仍然只顾着重建自己的家园，忽略了重建圣殿的重要。因此诗人在被掳归回之际，提醒以色列人应该重新依靠上主，而不是依靠人，因为只有上主才是以色列人的拯救者。诗人透过这首诗对比了人的不可靠与上主的可靠。第3节说，不要依靠世上的首领，不要信赖必朽的人，他救不了你们。诗人指世上的君王也是必朽的人，无法提供永远的保护的堡垒，提醒以色列人不要依靠他们，要投靠上主。第5节说，那得到雅各的上帝帮助的多么有福啊！经文为何特别提起雅各呢？因为雅各在伯特利梦中领受上主的应许，生命被改变后成为以色列重要的信仰传承者，而为后代带来极大的祝福。雅各的生命被上主翻转，愿意接受上主的管教，因而成为蒙福的人。各位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生命或许有失望，或许有迷失，但我们要像诗人一样全心来赞美上主，并投靠他，才能真正得福。人虽然能争取权势和地位，但那只是暂时的，不足以让生命得到完全的保障。唯有让上主成为我们生命的掌权者，才能得到永远的福气。感谢神，他乐意帮助我们打开眼睛，让我们彼此鼓励，每天都求神打开我们的眼目，相信神的带领，我们都能走在智慧又蒙福的道路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阿爸父神，谢谢你，求你每天都打开我的眼目，明辨是非，能够更认识你的真理，让我们都走在你的旨意当中，成为合神心意的人。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，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请原谅我给的不多，尽我所有，请你接受，在他面前才学会为你祈求。愿你记得美好生命要自由，更要赞美，我唇上已无他语，哈利路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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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